就算連納粹黨希特拉上位，都係根本我哋知道銀行家係 Freemason 嗰班俾錢佢上位噶嘛。即係唔好話中國嘅孫中山啊，其實我哋講嘅納粹黨德國都係。咁但係德國當時做咗一樣乜嘢嘢咧？而家我哋親眼見，就係佢哋 Holocaust 啊嘛。Holocaust 就係乜嘢啊？就係代表咗燔祭咁解嘅。燔祭就係話點樣犧牲呢啲人，將你燒到變灰。所以而家你絕大部分嘅以色列人嘅屍體你揾唔到噶嘛。因為點解？好似燔祭咁將佢燒到變咩啊？變灰嘅。嗰陣時我哋講以撒嘅時候已經講，所以變咗佢哋而家其實一路當時係做緊咧呢一樣嘢 Freemason。好啦，當時佢用咗納粹黨咧做咗一樣嘢，就係話咧開始呢一個燔祭，而並且喺嗰度咧集合晒德國所有呢啲嘅精英，為咗所謂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嘛。但係問題後尾而家發現咧就係話原來希特拉今日係個演員嚟嘅。原來佢後尾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話佢死咗，但係其實去咗阿根廷嗰度中路，有埋 video， 有埋成剃光咗個頭，剃咗鬍鬚咁，成為一個好好先生喺嗰度中路，喺一間別墅嗰度中路。但係問題喺嗰個過程當中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做咗啲乜嘢？就係藉着呢一個希特拉咧，集合晒全德國最精英嘅呢一啲嘅科學家，佢哋研究嘅所有呢啲嘅嘢咧，全部而家點樣啊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，所謂即係叫做 Operation Paperclip， 就將佢全部啲科學家帶晒去美國，而裏邊其中一個咪就係我哋所講嘅 Nazi Bell 咯，就係納粹鐘啊嘛，就係傷呢一個系統咯。呢一個就係乜嘢啊？就係戰敗 Connells 要騎劫嘅機器咯。美國太空總署第一代嘅領導及靈魂人物，就係被稱為現代火箭同太空科技之父、德瑞火箭、航天同太空航行科學家沃納·馮·布魯恩 （Wernher von Braun）。佢係美國阿波羅登月計劃中負責設計火箭土星5號以及設計太空穿梭機推進器同燃料缸嘅設計者。布魯恩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係納粹黨衛軍 SS 嘅少校級軍官。當時納粹德國曾研製各種先進武器攻擊西方，而佢則主力向希特拉介紹火箭作為長程攻擊武器，導致後嚟發生惡名遠播嘅 V1 同 V2 地對地攻擊火箭導彈越洋轟炸倫敦，造成大量傷亡。據統計，當時達數萬支 V1 同 V2 火箭嘅總研發同造價，以當年嘅幣值計算，竟然亦高達30億美元。因為呢一個係一筆好龐大嘅費用，所以納粹德國係以集中營嘅工廠去建造呢啲火箭。當納粹德國戰敗後，呢位納粹戰犯不單止冇受到審訊，佢同佢嘅團隊主動投靠美國，成為咗美國公民，繼而更成為咗美國太空總署嘅第一代領導人物。大批納粹餘黨嘅科學家同技術人員都俾美國聘用，當時嘅行動就稱為萬字夾計劃 （Operation Paperclip）。另一方面，喺第二次大戰結束後，前蘇聯一直限制人民靠近芬蘭與俄羅斯之間嘅巴倫支海沿岸，睇起嚟係要隱藏德國嘅軍事機密。但咁樣嘅封鎖行動，反而促使一啲研究陰謀論嘅學者前往調查。結果發現，原來納粹黨曾喺呢一帶建造許多巨大嘅混凝土環。隨住戰爭結束，冇人知道呢啲裝置嘅用途。有人猜測呢啲巨環其實係發射台，專門用作反重力飛行器升空。儘管冇證據說明納粹黨擁有呢啲技術，但有歷史研究者引述波蘭一份軍事文件，認為當時佢哋的確曾開發出一種具毀滅力嘅裝置，就係納粹鐘 Die Clock。傳言指出呢個裝置高12至15英尺，闊9英尺，內部有兩副反向旋轉嘅圓柱氣缸，裝住 Cerium 525嘅液態金屬。呢種液態金屬睇起嚟好似水銀，卻閃耀住紫色嘅光芒。呢個機器被設計嘅目的係扭曲重力同時間，好讓納粹軍隊能夠翻到過去改變歷史。但實驗失敗咗，在場嘅60名科學家都瞬間喪命。第二次大戰過後不久，歐洲同美國都開始製作如納粹鐘一樣嘅圓環狀機器，就係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嘅粒子加速器，目的就係尋找上帝粒子，從而改變時空。呢個係咪意味住 CERN 同 NASA 都同樣係由納粹餘黨嘅科學家所成立呢？另一點非常有趣嘅，就係全世界第一台互聯網伺服器係源自 CERN 嘅科學家，因為希望促進世界各地嘅科學家交換資訊而研發。呢台電腦名為 The Cube， 外形係一個黑色四方形嘅立方體，由當今最大企業蘋果公司 Apple 嘅已故創辦人 Steve Jobs 於1985年至1997年離開蘋果公司期間創辦嘅電腦公司 Next 嘅出品。後嚟1996年，蘋果公司急於要為電腦 Macintosh 嘅作業系統升級，又苦無對策，所以就收購咗 Steve Jobs 嘅電腦公司 Next， 並使用 Next 嘅作業系統，即 Mac OS X。
後嚟 Mac OS X 被簡化，成為咗 iPhone 同 iPad 嘅 iOS 作業系統。Cube 即四方形嘅立方體喺數學上係無限嘅意思，因為佢有8個角，當佢橫向90度時，就與無限嘅符號一樣。數學上8亦代表可以穿越時空嘅第4度空間嘅立方體。4維超正方體 Tesseract 係由裏外2個四方形立方體組成。而蘋果公司嘅總部地址就係美國加利福尼亞庫比蒂諾 Infinite Loop 1號。Infinite Loop 意思就係無限循環嘅符號。究竟德國納粹黨 Nazi、歐洲 CERN、美國 NASA 以及蘋果公司係咪都由同一群人所控制，為要完成佢哋控制時間同空間嘅幕後最終計劃呢？但係問題，你睇下，淨係第一次世界大戰、第二次世界大戰、第三次世界大戰，並且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嘅時候，當中佢哋嘅人事調動咧，全部係 Freemason 玩晒嘅，係咪？喺打仗係人哋預先寫晒，我會打。但係問題打嘅時候，你估佢乜啲都唔做啊？唔係啊，佢哋全部做晒。所以而家德國嘅所有呢啲最極端勁嘅科學家咧，全部移晒去美國去做咩啊 ？NASA 咪全部係德國科學家嚟嘅咯。而家我哋講緊 CERN 咪就係佢哋嘅 Norsebell 再去重製翻出嚟咯。全部喺美國去做翻晒所有呢一啲所謂打大神嘅地方啊嘛，就係喺翻呢一個嘅處女座所代表嘅位置啊嘛。